并建议他前往南方的大雪山，寻找一位名叫迦那提婆的高僧，获取更深层次的指导。龙树听从师父的安排，独自前往大雪山。旅途艰辛，他历经风雨，翻山越岭，终于在一座隐蔽的山洞中找到了迦那提婆。迦那提婆是一位形容枯槁的老僧，但眼神炯炯有神，一看便知是得道高人。龙树，我已等你多时了。迦那提婆一见面就说出了龙树的名字，令他惊讶不已。大师如何知晓我的名字？龙树不解地问。迦那提婆微微一笑，心中无物，天地皆知。你来此是为寻求对治淫念的方法，是吗？龙树恭敬地点头。是的，弟子虽有所领悟，但仍未能彻底解脱淫念的束缚，请大师指点迷津。迦那提婆神色严肃，淫念乃修行路上最大的障碍，非一日之功可除。你已开始了解淫念的虚妄本质，这是好的开始。接下来我会传授你更深层次的修行方法，但你必须发誓终生遵循，不得违背。龙树郑重地发誓，弟子愿终生遵循大师教诲，绝不违背。迦那提婆满意的点头，开始传授秘法。淫念有三元：眼、心、意。眼见色而生爱，心随色而起念，意执念而不舍。要断淫念，必先明晰其升起过程，然后从源头截断。正当迦那提婆准备进一步解释时，山洞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欢笑声。龙树神色一凝，察觉到洞中气氛微妙变化。只见洞口出现7位容貌绝美的女子，手持香花缓步走来。尊者，这些是何人？龙树转向身旁的导师询问。迦那提婆目光如炬，龙树，你已通达84000法门，今日乃最后一关。眼对美色不动，断眼淫；心知虚幻不迷，断心淫；一手清净不乱，断意淫。这3淫若不彻底根除，纵使智慧如海，终不得解脱。我有3法可助你，但你须知更有1不败根本法。龙树神情专注，何谓不败根本法？与3法有何不同？迦那提婆沉声道：此乃千载难闻之秘诀，能令3淫自然消融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迦那提婆深吸一口气，继续道：不败根本法并非神通，亦非咒语，而是彻底了知淫念本质的般若智慧。淫念之所以能够束缚众生，根本原因在于众生不了解其本质，被假象迷惑。若能透过假象见本质，淫念便如冰与阳光，自然消融。龙树恭敬地问道：请大师明示本质为何？迦那提婆点点头，解释道：淫念的本质有3：一是空，2是苦，3是无常。所谓空，即淫念所缘之境无有实体。你看到的美色，听到的妙音，想象的乐趣，皆如梦幻泡影。若能深观其空性，淫念便无处安立。所谓苦，即淫念虽暂时带来愉悦，但必定导致更长久的痛苦。就像饮酒，一时痛快，醒后头痛；又如抓痒，越抓越痒，终至皮破血流。淫念也是如此，越陷越深，苦上加苦。所谓无常，即淫念及其对象皆刹那生灭，不曾恒长。今日迷恋的容颜，明日即可能衰老。此刻炽热的欲望，瞬息便可转为厌恶。若能深观无常，便不会被一时的幻象所惑。山洞里那群美女突然消失了，原来那只是迦那提婆的画线，用来测试龙树的定力。现在我将传授你3大秘法，分别对治眼淫、心淫、意淫。第1法，对治眼淫，不净观。当眼见色相而生贪时，应当观想该色相的不净本质。美丽的容颜下是白骨毒楼，光滑的皮肤下是污秽的内脏，动人的声音不过是气流震动。此法直接揭破美色的假象，令眼淫无所附着。第2法，对治心淫，数息观。当心随外境而起波澜时，应当回归呼吸，专注于气息的出入。出属入息，
在数出息，从1至10，周而复始。此法能够安定躁动的心，使心淫无机可乘。第3法，对治意淫，实相观。当意识沉溺于淫念不能自拔时，应当直观念头的本质，不追逐，不抗拒，只是觉知其起灭。念头如云，自来自去，心如明镜，不垢不净。此法能够令意淫失去动力，自然消散。龙树恭敬地记下这3法，但他心中仍有疑问。大师所传3法甚是精妙，但您刚才所说的不败之道似乎另有深意。迦那提婆意味深长地笑了，聪明。3法虽妙，但仍属对治之法，有对有治，未脱2元。而真正的不败之道，乃是超越对治的中道智慧。所谓不败之道，简言之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不与淫念正面交锋，不刻意压制，也不放纵顺从，而是以平等心如实关照。当你能够既不厌恶淫念，也不贪恋淫念，只是如实了知其本来面目时，淫念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，自然消融。这就像阳光照射在冰块上，不需要任何对抗，冰自然融化为水。同理，